来要甲乡亲来提醒，这个天气真热，食海产都要特别细致。台中有民众到海产档去食烘蚵仔，结果转去了后，第一天来是落下落七解，赶紧到病院来挂急诊。医生讲，可能是食到无青，或者是烘无熟的海产，怀疑是去喂到肠仔炎的细菌。讲，伫共这间餐厅食饭的人客有6个人住院，所以病院认定是食物中毒，通报卫生局。穿乌衫24岁查甫人今日病院急诊，伊真无爽快，一天流腹至少流7摆，倒伫病床，人已经是稀累累。想不到因另外2个朋友加同共早起，嘛到病院互医生看，拢是流腹流过6天。医生感觉无对同，问来才知影，18岁暗时因到龙井区一间海产档食饭，点烘蚵仔。当时嘛当着另外3位亲戚伫同一间餐厅食饭，嘛拢有叫烘蚵仔。食饱饭了后，嘛拢是很流腹、甲腹肚痛的镜头。在这种夏天高热的环境之下，食物很容易发生变质，尤其是像这种海鲜的东西，如果没有烤熟的时候，很容易被细菌感染，造成感染性的一个肠胃炎。医生判断讲，伊应该是食到无青，或者是烘无熟的海产，敢若是去治到肠炎好菌，嘛是上接看的食物中毒。检复期平均是17点钟。这种天气，鲜科冷藏大概可以保存3天。料理之前一定要先穿烫一下，再来料理。热人食海产都爱注意海产敢有青，亲像蚵仔一定爱冰下脚枕。那冰3-5天才要食的话，都爱先杀过，上好煮熟再来食，才袂将细菌食入腹肚。那这边的事件，病院已经通报卫生局，食安处嘛已经派人到海产店稽查，了解餐厅保存食材的状况和环境的卫生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